中国对咱的侵略是百款，那发动军事演习，搁有破坏咱的海底电缆线等等。即阵敢若像派人偷渡，要来试探咱国军海巡的应变能力，到底是虾米情形？咱做伙来听义诊为咱整理报道。是主播，中国不三时起无空上芳侵扰咱台湾，造成台海情势紧张。若最近常常发生中国人偷渡来台湾的事件。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海巡署会用上严格的标准来检视。不过过去2年，中国偷渡来台湾有27案，这因来自中国拢总15个省。若是伫咧沿海，甚至有的省是伫咧内陆，中国内陆根本就无过海刷走来台湾。而且即寡偷渡客讲法和配备拢要共所以无排除是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操作。若这中国咧，今年尤其是伫520大总统就任1周年前后，连续发生偷渡的事件。伫咧520前1礼拜5月15，有一对爸仔囝为福建坐树林船偷渡来桃园的观音，讲要投靠自由。5月17，山东有网庆公开影片，讲家己坐树林船到桃园大园的海边仔插中国国旗，因为伊人无入境，随回去中国，所以落尾是无受处分。520迄当天下门是有2个查甫人靠舢板仔和玻璃拢的浮板，想要上金门的二打岛，当场就去互咱的海巡逮捕啊！想要到5月23，阁有一个查甫人，敢若穿游泳裤和游泳裤仔，就想要偷渡到金门的大打岛。因为这偷渡的案件实在是太济咯，即寡偷渡客袂输是共阵的，因的身躯顶拢无扎手机仔，无身份证明。讲法也拢差不多，而且态度真大胆，拢被要紧要密起来，这就真可疑啊！怀疑是中国铺设侵扰的新招数。进前咧，包括中国渔船甲挂牌船来乱，破坏海底电缆，出动空飘气球，军机甲军舰伫咧台海演练，定下过中线顶。这因的目的，就是要用上低成本起无空，制造紧张。上重要的，就是要试探台湾国安的反制速度和作为。因为目前台湾的法规是无特别的规范，中国资讯阁无透明，这偷渡者的动机就真好调查。正前检察总长邢泰昭就捌建议，相关的国安法规拢应该爱立即去规范。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